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安社区大学河洛汉语习俗文创班讲师何德强。咱台湾河洛话而且咱建议各位有时间通来学这个习俗吟唱。这个有啥物好处咧？通延长你老人痴呆症的发生的这个速度，养生练气，有益健康。即摆人生活这个较富裕，生命延长，但是要安怎，互生命延长的时会更较快乐，更较有尊严，你活落去。咱即摆建议各位，这就是讲。爱运动，爱锻炼身体。这运动一般是两款，一款是武练，就是练武啦；一款是文练。咱练武就跑太极拳这个练气功这个咱习俗吟唱，互你透中气，这就是叫做文练。你若会晓武练，过来文练，当然这更较好。过来是建议讲各位，你若这个习俗工。背起来，用吟唱的方式，来甲背时，我甲各位保证，你20年后，你即摆唱的，也阁会记。万过你来中间，小可袂记，你阁留一个，尼你就阁通延长，差不多阁延长20年。